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5年9月7號星期日，沙田草地 A 跑路10場賽事，場地掛牌為好地，有幾場想分享下。場次一5班1200米4號馬東方魅影，孭133磅7檔起步，出閘唔快，捽幾步俾隻馬守喺中間位置，可惜入到直路際遇唔好，一路俾前面啲馬封住，望空唔到，直到差唔多最後100至望空，連環抽邊，可惜為時已晚，影相啃頸四，最後幾步好勢，先紀錄低。場次二5班1600米12號馬富裕君子，孭122磅5檔起步，同場另一隻14號馬同寶寶120磅13檔起步，呢兩匹馬揈到最出入直路，最後200距離當時領先馬匹仲有成2-3個馬位，之後越追越近，最後富裕君子跑第二，同寶寶跑第3個終點，分別輸俾頭馬4運3馬位。但喺後邊啲馬走蝕腳程之下，所輸不遠，先紀錄低。場次5 4班1400米3號馬活力精神126磅14檔起步，出閘唔慢，之後捉喺後邊跑，尾二入直路，逐步向外而出，最後200距離當時領先馬匹仲有幾個馬位，越追越近，最後第4名過終點，輸俾頭馬一有4運3馬位，臨場顯示賠率係99倍，4班馬快過3班標準時間，先紀錄低。同場另一隻馬星運笑着，孭123磅8檔起步，沿途3碟掟個闊彎入直路，走蝕位之下跑第一，4班馬快過2班標準時間，先紀錄低。同場仲有一隻馬13號旋風傳奇，孭117磅6檔起步，跑第二，輸俾強頭馬短馬頭位，4班馬快過2班標準時間，先紀錄低。場次6 4班1200米8號馬辣得準，孭127磅7檔起步，前置跑法第1名過終點，但甩第2名2個馬位，4班馬快過2班標準時間，先紀錄低。場次7場地掛牌改咗好至黏地，4號馬海船王者孭130磅8檔起步，包尾入直路，最後300米移到最外追，越追越勁，跑第二，輸俾頭馬頸位，先紀錄低。同場另一隻馬12號金鑽80，孭118磅3檔起步，入直路俾前面啲馬封住，望空唔到，去到最後100至有位，騎落去有勢，第5名過終點，先紀錄低。場次9場地掛牌變返好地，同場10號馬天星孭123磅5檔起步，臨場着燈硬撼燈膽將軍第2名過終點，但甩第3名3班馬快過2班標準時間，先紀錄低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